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郭鳳凰。上次嘅中國鐵路運轉提到，我乘坐咗高306次列車前往白洋淀站。一個星期之後，我哋嘅行程即將結束，我哋嚟到咗北京西站，準備乘坐京廣高鐵全程行駛時間最短嘅列車高79。影片拍攝嘅日期係2025年7月23號。今日嘅高79次喺第10候車室檢票。北京西站有好多個候車室，而就唔係好似普通嘅大站，將所有檢票口排開，然之後排一大堆大數字。其實呢個設計我都係第一次見，都覺得幾唔錯嘅。睇下其他喺呢度檢票嘅列車先，有開往吉首東嘅高481同埋正在檢票嘅高713。嗱，請大家記住高713呢個車次，我哋應該會用得上嘅。9點40分，我哋嘅列車喺第18站台等我哋上車。隔離嘅列車係標杆高55同高95。我哋3架列車會喺9點55開始先後開車，一路追蹤運行到鄭州東站。今日嘅高79係廣州局深圳段嘅 CR48 AFS 23841073重聯。我嘅座位係喺2車12A 左邊嘅窗位。9點58分，列車提早2分鐘從北京西站開出。各位旅客，前方到站係石家莊站，本次列車全面就地執行，感謝你嘅配合。之後列車通過北京西大庫，裏面停咗好多塗成綠色嘅普速火車，同埋一啲俗稱 AD 概乃嘅第3代 CR28J。通過永定河，呢條河係屬於海河嘅水系，會流入渤海。列車開始高速運行，咁我哋都開始今日嘅旅程啦。首先係10點17分通過涿州東站，踩北京西到成都東嘅高333。10點20分通過高碑店東站。10點26分，津寶客運專線開始同我哋並入，跟住列車跨越粵衡站、徐水東站。10點30分通過保定東站，踩北京西到西安北嘅高655。10點40分通過定州東站，踩秦皇島到成都東嘅高1701。10點51分通過正定機場站，踩平泉北到鹹丹東嘅高713。呢個就係我叫你哋記住嘅車次，而家我哋就將佢踩咗啦。跨越滹沱河。11點02分，列車遲到2分鐘到達石家莊站。11點14分通過高邑西站，踩北京豐台到重慶西嘅高387，呢度爭少少漏咗。11點25分通過邢台東站，踩北京西到張家界西嘅高689。11點34分通過鹹丹東站，踩北京西到昆明南嘅高401。11點44分嚟到河南省同埋係鄭州局嘅第1站安陽東站，踩太原南到上海虹橋嘅高195。11點52分通過鶴壁東站，踩北京西到瀘州嘅高307。12點01分同濟鄭高鐵並行通過新鄉東站，踩濟鄭長濮陽東到鄭州東嘅高7927，經廣場北京西到長沙南嘅高501。12點16分提早2分鐘到達鄭州東站。12點37分通過許昌東站。12點47分通過羅河西站，踩北京西到廣州南嘅高1579。呢個站落俾我哋做咗1個半鐘喺北京西站出發，但到達廣州南嘅時間俾我哋係遲咗2個鐘頭左右。12點58分通過駐馬店西站，踩石家莊到深圳北嘅高341。13點08分通過明港東站。跨越淮河。13點15分通過信陽東站，踩連雲港到深圳北嘅高1311。13點26分通過孝感北站，踩太原南到常德嘅高1147。
列車接近武漢嘅市區，跨越武漢天興洲長江大橋。呢個係一個4線並行嘅鐵路長江大橋，大家可以欣賞一下跨長江嘅景色。13點54分到達武漢站。到咗武漢呢，就係食午餐嘅時候啦。我叫咗一份武漢嘅熱乾麵，呢個係我第一次食，辣味好足，啲醬同埋麵搭配起嚟都非常之好食。繼續跨站，14點17分通過咸寧北站，踩鹽城到貴陽北嘅高2689。14點24分通過赤壁北站。14點39分通過岳陽東站，踩濟南西到深圳北嘅高279。14點51分通過湄羅東站。15點06分列車即將到達長沙南站，隔離滬昆高鐵嘅 CL400BF 重聯同我哋一同到站，1分鐘之後進入長沙南站。跨越湘江。15點24分通過株洲西站，踩北京西到福田嘅高335。呢架車同我哋嘅路線一樣，只不過佢唔到西九龍，到廣州嘅時間比我哋遲咗50分鐘左右。15點35分通過衡山西站，踩上饒到廣州白雲嘅高1127。15點43分列車準備通過一個小樞紐站衡陽東站，踩洞口到深圳北嘅高6033。15點52分通過溧陽西站，踩懷化南到深圳北嘅高6121。16點05分通過深州西站，踩安陽東到深圳北嘅高1189。16點24分列車進入廣東省，通過樂昌東站。16點33分通過韶關站，踩南陽東到深圳北嘅高1151。呢個亦都係我哋成個行程之中踩嘅最後一架車。16點46分通過英德西站。16點57分通過清遠站。17點03分通過廣州北站。17點17分列車提早2分鐘到達廣州南站。17點30分通過慶盛站，可以見到正喺度施工嘅慶盛站半邊淤蓋。通過之後唔耐，列車進入獅子洋隧道。17點35分通過虎門站。17點42分通過光明城站。17點49分，列車提早2分鐘到達深圳北站。稍作停留之後，列車進入最後一段路，就入隧道。17點58分通過最後一個車站福田站。18點11分，列車停定喺香港西九龍站，標誌住我哋8個鐘頭鐵路旅程嘅結束。隨後列車將會切換為高5656，翻返去深圳北。咁呢條片都差唔多就結束啦。後生仔出街玩到發癲，但你闖世界夠晒新鮮。